今個主日嘅福音係馬竇福音第5章1至12節。呢段福音係著名嘅真福八端，又稱為山中聖訓。內文以有福為開始，揭示天國嘅價值觀，徹底顛覆世俗對幸福同埋成功嘅理解。我哋而家就用心聽聽呢段經文。那時候，耶穌一見群眾，就上了山，坐下。他的門徒來到他面前，他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說：神貧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；哀慟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受安慰；溫良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；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得飽飫；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受憐憫；心裏潔淨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；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；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幾時人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，捏造一切壞話毀謗你們，你們是有福的。你們歡喜踴躍吧，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。聽完之後，其實我哋追求緊啲乜嘢幸福呢？又有冇同天國嘅價值觀有衝突呢？真福八端唔係一份道德清單，而係天國子民嘅身份描述。耶穌邀請我哋唔好追逐世界嘅標準，反而要擁抱呢份睇嚟好似有啲矛盾嘅祝福，因為天主嘅國正正屬於咁樣嘅人。願我哋有勇氣活出真福，喺日常生活中成為締造和平、飢渴慕義嘅人。